也生我见杂于城，心娇娘。巅峰吕布娘高明，做女子想要藏我，就在月亮。那，我叫那官的是老婆子，谁叫你们把大姐姐小姑娘都管饱了？难道叫我咋个和尚回去？公子，今日到底是王花闺女，来，你看，你看，妙啊！小弟们追上前去。是。去花带路下山寺。这里，小弟们将此女带回府去。是。说什么？青天白日之下，谁敢在此为非作歹？哼，是谁在烧
老爷面前这样鸡鸣狗叫的？告诉你，这是李阁老千金，谁管方氏？此女就是相府李千金。哎呀，故说名不虚传，前日我差人往相府提亲，被已拒绝，今日无意相逢。美娘，你的爹，我的父，棺材同阿长，称兄道弟十样行，你我离间兄妹称。我亲肉，哎呀，侬退乡同把姑怎样？待你经过一黄土，举子下来迎出路。身为礼部官家子，为非作对实可。你对小姐官无礼，与你平理到官府。草去花前辈路，皆属于我为相府。兄弟们，与我夸好。是。路是我的，是的，这路是我们公司的。段明长，你要怎么样？抢！来人呐！抢回来！宣告不理。哼，是你，兄妹弟，我劝你各人是上门结亲，休管他人瓦上双配斧头。常不是不作卑微，导致恨因一波强，杀不荆棘走连击，我这天权叫一场。真是王代，兄弟们与我打！是。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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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谢公子相聚，关心不尽。不用客气。孟大德魁梧苦报，女小生得生英勇。奇观，奇观。他欲结婚不备事，小姐言从不管当。你却是谢美定谢公子，神色公子文武上见，见你有为，情深意切，不算不虚。我小姐是李阁老千金，望你请为理应拜谢。原来是李小姐啊，小姐，那葡萄已收用，前面既是康庄大道，小姐何所为夫，免得那无策令起风波。小生据此高抬，公子请。请
公子，举我媳妇一命，举我媳妇一命吧！妈妈，这恰为何？公子，伯媳到此万缘，早在遇见，将抢我的媳妇。大胆老七婆，尽管说骂我！啊！小贱这驴叫不给金冠英雄，今次定算不放过你了。好啊，你几次三番歪我好事，难道你不怕死？今亦不为，何为男子？哎呦，公子，兄弟们与我打！你当死了我们的公子，替我委屈禀告高明夫人，你叫我等着！哎呀，公子，你为我家之事，难免祸从天降，叫民妇于心不善。大贼需要如此，这里与人子一体，你料理后事，说屁子。这是公子你。他丈夫官做官位，何惧之有？待我去至嫦娥月牙死生。小妻子总须相待，命我万岁呀这间无声老上苍，妻子此情为何意？谢公子，哎，谢公子你，哎，这不是相府的陈朝大罪吗？原来是先王府的王三伯。请问因我去不谢梅亭公子呀？正因他当死了吴头。什么？斧头被当死了？当得好，当得好！事情自去他后，谢王府从此可太平了。哎，王随伯，谢公子为民之后，你不应该去捕他呀？不瞒你说，谢公子是英勇本色，他是死因头案死谁的？请。哎呀，不好！藤前此叫来霹雳皇帝，天间相争要谁飞？
今是案子累累多，我步上公堂按叫苦，按叫苦。今察此案不是轻，上诉门第欲为民，步上公堂心盘算，心盘算，审理此案要进明审。升堂，升堂！啊！夫妇杨高明到，陈宁，陈宁！背着公人告明夫人，免夫父子父，你父子父配不能，娘兄多疼兄心安疼，从早不看年里子，配得老儿丧了命。今日兄伴不年长，对你无丧的前程。是，背着铃铛年盘。希望夫今生管当死母儿，父子父哟，快将兄儿立碑藏下。怎么立碑藏下？你怕什么？你听我家做了事，难道我家老爷会不知道吗？是，只要府上所肯得居，背着铃铛照办呀。来，升堂。夫人请。来，带谢媒体。夫人大声催朝，薛美婷有礼。谢媒体，吴公子是你当时的，是我当时的，好大的胆子！你何故当时吴公子？不用多问，听我推下去，问问当时。来，将凶水吐下去。当慢！夫人他生上得堂来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不辨是非真假，推下去刀，万身不服。杀人偿命，万不给谁偿。来，拖下去。呸！老贼婆！怂恿儿子驸马意，奸无略把心，养儿不教英雄把他，自家不言臣子杀身。你稍早不曾出门
气。吴知府，快将凶案投下去，当死，替我儿报仇。是，来呀，将凶手擒下。尽管长沙公堂4次方式，进入观察去。观察去，大人，他是立阁老千金，贴身玉璧，陈草。什么？是相府丫头？请问大老爷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啊，这里是大老爷的公堂啊！哦，是大老爷的公堂啊！我还以为是府上司家里的营房呢。陈草姑娘，你到此何关呢？到此看审案。你个毛丫头，懂得看审什么案？傅知府，不要管他。是，来。慢，我可是奉命来的。奉谁之命？是算医生啊？谁呀？是小姐。叫你来？是呀，小姐叫我来看看夫人他审审案，审得到底公不公，明不明？啊，本府审案是老少无欺，岂不公不明之理呀？哼，我看你呀，最怕上老少无欺，满肚皮公平教义。其实无之意，发好用英语高明。师傅你呀，好听商议，不明真相胡乱传。我问你，这功名良师在哪里呀？请教大人，公堂一礼而断，你未问开公谁先用意，可算得公？算得明吗？当时吴公子那些美丁已4岁成罪，真说不明啊？那你可问过谢公子因何事当时了斧头？王熙，你说是。吴德强抢民女，铁死了婆婆，谢美丁路见不平，上前相拒，当死了吴头。啊，原来吴德铁死婆婆才信。我儿乃是金枝玉叶，谢美丁何管何责？尽管私自英雄。是啊，吴公子有差错，是与本府执法无事，算之英雄，真是莫无王法。尚不称之，势必万众笑语，哪还了得？来呀，将谢美丁他生，你得怎样？从严举判。这怕不能从严，也不能就判。怎么说你？你是做朝廷的官，还是做府府的官？银鼓唱，马恰也要唱，你懂什么？朝廷官、五府官？是啊，小小丫头干过这天大的事。哼，虚话是算相喷喷，何必把烂烧分别呀人？你家宝贝少日子，做尽人间恶事，心啊！只要提到斧头名，百姓们是横子吃过马端倪。王权见了他斧头，调转米把当恶心。只要斧头一出外，浮云扎着天不晴。旁上花花谢谢，草结身。夫也见他撒下坟，因此常是黑帮无常给他的吻。夫知府不
百姓有怨你不生，百姓叫苦你不听。谢公子只知帮我两本负债哎，我夸你呀，是非害怕要分分清。放肆！礼部公子对不对？都要你离家丫头就头根。一桃李同名天下曾无子，我桃李曾无也难遇。莫以为我丫头生人的，比起你高明夫人，要贵几分？嘿，不辜负，这人朝你名堂，总是堂前气死。是，来呀，你们听师啊！傅，你到底要管不要管？你怎么了？费钱，小姐叫我来此做甚？咦，是亲戚？好气，贼富瓜葛，还管得了？是啊，冤亲冤理多得很，谁生得完你？怕不是那么简单。是没定心里，还是李阁老新鲜？好，是没定啥是李阁老的公子，我儿一命也就做怕。不是公子，也同公子差不多。同公子差不多。什么人？他是哎呀，是什么人？不是说，谢美定绝不是李府什么妖精之身，你快去团吧。来呀，衙役们同去打印。你给我打！真是不敢当。他是是什么？谁呀？什么人？哎呀，是姑爷。是姑爷，是姑爷。粉刺眼泪狼患病，狼患病。难怪当时上世子毫不在你累死臣。傅师傅，我儿子不拘见在向李府举亲，哪有听说有什么故意？陈昌，这姑爷到底是真不是真？是真不是真？女的公子也更好嘛，试试看。傅师傅，你说说将谢美定李备藏是呀？傅师傅，你说说这些公子当堂释放，李备藏是呀？当堂释放，李备藏是当堂呀？释放，李备藏哎，你两家也要涨，也要放，叫下官是何是好？傅师傅，你听丫头的话，还是听高明夫人的话？哦，是听夫人的话。傅师傅，你听夫人的话，还是听相爷的话？哦，是听相爷的话。真正气死我了！丫鬟，把这奸人给我打！来，陈超虽然是个丫头，可是这娘胎以来呀，还不曾挨过当面。今天倒要领教高明夫人的威风，请你当，给我打！哎呦，
是相府姑爷，你还怕他做什么呀？王水贝，你背着不过，夫人，不是请夫人暂时为夫，待备着考虑这项，再行定案。你太不决，真是个相夫，不得不小心啊！哼，对本夫人一封书信保持礼部，看你这副做得成，做不成，为夫。陈超，谢美定，果真是小夫姑爷吗？信不信于你。四金公子曾从120斤，与好马36000个。要是少了1两，我给你10斤；要是好马少了1个，我就把你父子100个。告辞。这下可有点不好办了。有什么不好办啊？撒谢美定，故是相夫姑爷，再大的案子也可不了了之。这事仔细想来，阁老一向在京，老高明与早已身故，谁替小心定亲啊？不对，大人，难照着姑爷的事，这丫头关在公堂上，没人。这桩案子要是出了差错，可是要负大事的呀！哎，大人，刚才你当起轿子一顶，跟在陈朝后面到相府当面向小姐对一对吧？哎，王三伯，你更是老爷多年，第一次出了这样好的主意。来，陪轿。是。出了衙门，真好笑。陈医生姑爷记下明了，糊涂子不想破了胆，那高明是怒火深冤拆蹊跷。陈超来在大路上，有思有想又好笑。心中喜叫不清。
了是去烧香，还是去看花呀？哎，本大人还有这样好的心情吗？我要与你一同前往相府，当面问顾小姐谢美玲是不是相府姑爷。陈超，陈超，啊，夫人大人，你不相信我的话吗？哎，万事小心，谨慎第一。你当真要去？当真要去？一定要去？我一定要去。那你就去吧，此次与我无关。哎，陈超，是你在公堂上生的情，怎好说与你无关呢？我眼前哈奉小姐之命，要到市中外院送银去，实不奉陪。哎，陈超，市中的银子，本大人随后派人送去即是，烦劳陈超姑娘带路，与我同去相府。那去走吧。起脚。红桃心啊，但愿是何拆开这龙福堆，身着小中我心不定，满腹烦恼满腹愁。委屈公子我无罪，小姐奉旨听老许，此番为君相府门，匆匆家法难快事。万黑本来实作难，何况身在家风中。陈超，因何不走呀？我在前面用脚走，你在后面说桥歌，倒算是你勤快了。哦，那我在前，你在后，好吗？你要在前，你就先走吧。走吧。相府千金气登宴，叫他程序中前来，自负自敬，平凡爱，公子命在须见。哎呀，这怎么得了呢？陈超，你我不跟上啊！我跟不上啊！你这样，你就先走吧。哎，是你在公堂上生的情，叫本府多事一人，免得小姐从何谈起哦。那么今天我跟不上，要谈，请你明天去吧。这金风偏遇上个慢郎中，快走吧。哪管他心机世间，妻子农家30年，名字难摆摊，也未当爱言，我把苦尝30斤，天不一见。陈超，此案关系匪轻，本府恕我不认。还是你在前，勉强当个快步吧。还是我在前。是啊。好吧。
也都摔着来了。哎呦，陈长，你怎么不醉了？真是牵牛的不知养之艰难，手巧的哪晓得坠入的辛苦哟。哎呦，本老爷与你一同坠入啦。你高兴坠入，你去追吧，我是追不了了。你遇怎么了？脚痛，我要歇一歇。要些多久？少则半生，多则一天。哎呀，你这不是与我捣乱吗？老爷，你看这桥啊空着呢，不是让他。好主意。陈长，本府把这顶大轿让你来坐，好吗？哎呦，我也不是太医，我可不管所有。哎，只要你往轿里一坐，轿帘这么一放，你就是府太爷啦。本府时常像你的师爷一样，严严谨谨的侍候你。当真？当真？孤算？孤算。那好，父之父哟，是了。是。起轿喽！今早好体面，这是排脚前，满运比之前。师傅做根拜，为报父上前程，只得神气腾身。今朝攀上相国，明朝步步高升。这要奔向离陀，我的实话要听，我的实话也好听。上马喽！下马喽！子乔，子乔，你完全是对莫分云寺庙没策划对转，没一事也有三看。你这句我也没办法呀。小姐既是要为，我就既是来请。你呀，就安安心心地在这里等吧。真是篱下渔人欲欲去，配上喜乐且报许。
皇上，吏部尚书公子陪审当事，还不是一件大事吗？今日为妃做私事王英，御史官将他当事，可算是一位英雄呢。是英雄？是啊，不但希万百姓关切他，我还十分钦佩你。小姐，你可知这位英雄是谁？是谁？谁是谢美定公子？是谢公子，他因何当时误导小姐？辅导前世边贼年，路过民女张月莲，时时上前来抢路，铁丝婆婆逞凶残。公子在旁怒目快，凶把你vẫn将他拦，一拳了结江海明，层层层快唤动心怀人。此事当真，谢公子不愿逃避，已向谢官府实际惩罚。怎么？谢公子管做接下去吗？小婢接官兵也接谢公子永实抚养，因此参见公堂宽顾求情，恰早与五府杨夫人坐在堂上，发威要怕父之父，要将谢公子我斩死。哎呀，陈操，你该想个办法解决于他。我是一个小丫头，有什么办法呢？是丫头，你不为官为负累吗？陈操，这不是官为累了吗？你官为累，谢公子岂不是要被他们我当死？你欲让我官为，又怕谢公子被当死，那你到底是怎样啊？是小婢迫不得已，在公堂上奏议一功。这举对了，你真聪明。陈操，你有何计拒了谢公子？我和谢公子成亲呀！对，与公子成了亲，了伍知府也不管天事。父之父已到府门，要当面问小姐此情也好，我就与他生一生。陈操，你称谢公子是与好吗？旁于太叔也算不得亲切呀。杨夫人哪位放在心上你深受亲吗？他也不姓李，那你称他做总表之亲了。太夫人与不姓谢，在啥却是生做表兄表弟，万事不够亲呀。到底要怎样才算亲呢？当然要跌跌亲亲的亲切，不算我一个小丫头，怎能当得住高明夫人？可惜谢公子不姓李，啥姓李？生出兄妹谁可？小姐，我认得比兄妹还要亲一些。那是什么亲？是陈操，你到底是怎样认的？你呀，说吧。哎呀，我不是说比兄妹还要亲一些嘛？那与比兄妹更亲的亲切，是谁？是姑爷。翠，死丫头做事到点，公堂上冒生英烈，举足轻重全不管，被为门风霜一面。
芝麻要给容易事，小姐何必无起身，换做争吵小丫头。我千声万声多关心。哎呀，苍苍，你要生谁做姑爷呀？去！这是公子许美雅的，在华山委屈小姐讨不平。私家安危先不顾，关于佛陀两相争，是今是英雄遭难负身躯。哦，原来是要小姐送姑爷呀。生你生姑爷，随我就成一条命。四姑小姐她不肯依，小姐见势不相拒，听说是方恩对你反顾前去妈咪。这么说，小姐你就叫她生一生吧。弟弟在朝官居功劳，一生之下万生之上，事实上被弟弟知晓，那完了的。哦，说到这里，我明白了。陈超，小姐她自己是肯的，只怕老爷不肯恨。哦，是小姐不肯啊。翠，哎，我不讲。好，小姐一定不肯，要随便也容易。待我去对吴知府言明，谢美定不是我们的姑爷，你要将他裁禁不必，与我们都不相关。反正现在的生啊，就是这样的破情挂念，今日虽恩，明日陪你。唉，谢美定呀，谢美定，你凭着性命屈居圣家，当你他那领队，有谁来救你呀？能救你的人，诚心不管。我做小丫头的，就是煞费苦心，也是枉然。唉，你是听的了？陈超，你怎么啦？你是说我忘恩陪你吗？小丫头不知道，还是小姐自己想吧。陈超，有本事兵情若见，谁上台？怎还叫绿颜飞女把名归？谁心不静，谁关注？为子为理发必人称无奈。小姐，杀生去你是寡欲，为救英雄该成谁？三者不怕银子钱，心正我须明镜对。成亲万不能呀，嫔妃陈超再多言。啥不是公子夫愧救了你，只怕你早已配着把命截断。如今他明日有事怎为急？你恰是为保民间不相聚。小姐呀，屈公子你把命截断，保民间英雄名将须。这性命面前两件事，小姐你理该分先后，去为英雄他丈夫，谁点为
却恰翻过前去没名来，你想一想，算一算啊，能相聚是前相聚。在上希望夫子父无度见礼。不要引礼，今朝到府来有什么事情？咦，这个小贼怎么这样粗俗？弟弟，上气小贼背着有一事得来请教，不起小贼一直相告。举上来听吧。只因悟到当时民妇张婆婆与学生。对呀，薛美定路见不平，当时悟到小姐，我都中意他了。你赶快为父将他放出来，不算嘛，细心听我讲了。老弟弟，吹你的筋，拔你的鼻，追你什么？看你忙吧。傅知府，你好不识相，身在相府，你的针头却像榔头一样，居上落下，落下居上，好没规矩。他还说我没有规矩。陈昌，你看，他分明不是小姐，为何要骗本府？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小姐？小姐举止端庄，你看她分明是个女兵模样。由此可知，谢美定不是相夫故业，待本府为衙，从严举法。小姐，趁他身且慢。你看，小姐才吃你。小姐在上，希望夫知府无度见礼。夫人大人免礼，去话与大人宽恕。是。夫人大人请坐。谢说。小难做事。
需小姐一言，下官即可从宽发落。是。妃子谢美定是不是相夫过也？哎呀，夫子说，你为我四次朋友，沈家生听话听言，锣鼓听声。我小姐乃是归国千金，婚姻之事公堂一言，事情也岂可何须明言？夫人大人，陈草之言是也。小姐既然这么说，下官就宽心了。待本府为衙立即修书一封，报与相国知道，免得无上书再来多事。小姐请放宽心，谢美定一案也请与我，下官告辞。夫人大人最好。我替小姐办了这件大事，家官进见，不在话下。曹操，你可听见方才知府电道，他要许是保育弟弟，这便是好是好，这怕什么？常言道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事情做到这里，索性过不关斩了将，等小弟上得进去见过老爷，来一个许下水为奖。父常是来说，我女婿当是他家儿子，荒唐！我哪有什么女婿呀？女婿还叫什么谢美的，真是荒唐，荒唐！禀老爷，西王府知府无度才往随北到此就见。哦，家中之事听于可里，须觐见。是。转往随北。相爷在上，西王府随北往西拜见。王随北，你到此何事？背着封壁上无附带之命，到今这相爷不喜。老夫如何喜呀？恭喜相爷！到底什么事？规矩。什么规矩？规矩谢美的在马上见。算了，还有什么话没有了。我附带御史大上提上来。
你可在门房暂歇，听候呼唤。是，谢相爷。臣是一封报喜讯，携手英军有言能。唐勋世子是贵婿，当时无托也快车。亦要必是秦昭德，后世成婚亲送进，为怕上是徇私妃，娘君复必应垂青。糊涂，真是糊涂！呸！报，林老爷家中小姐到。哦，叫他进来。是，有请小姐。弟弟万福，母儿不必迎礼。谢弟弟，拜见老爷。怕了，谢老爷，你儿生到今何事？女儿心中思念弟弟，特来京恭喜问算子侄。母儿倒也孝顺。是算了，老爷这么大岁数，也只有这样一颗真子玛瑙。小姐是是孝顺，老爷也应宠爱她才是。你怎么知他老爷不宠爱他呢？宠是有宠，爱也是有爱，只怕遇到紧要关头，老爷就要变脸了。我早知道你这丫头是个孔明军师，才家辅助小姐引兵不成，今日来京又要卖弄你的罪策了。寸草不管，不过老爷虽是三朝元老，官居首相，小姐才家却被人家欺负。什么人敢欺负我的女儿？弟弟呀！前次翠园太华山，归来途中无多阻路不得返。他为拒婚心结恨，先不把弟弟放在眼，因为言辞测他看，生意另作1万贯。普通之子是此苦哦。老爷你看，这小的千金儿算出门，他万贯私也另索，这西万府的百姓就更不用说啦。我儿被误毒欺负，后来又是何特生的？啊，有一个公子名叫薛梅婷。哦，故与谢美的亲生。老爷，谢公子英姿勃勃，年纪也轻，一身妇女的白额衬，英雄胸膛领子，保养满腹有情人，更可贵为人慷慨宽仁算，衣冠雅淡，几生贫困啊！谁叫你在我面前夸奖谢美人的？娶她是在小姐的大恩人呀。那时间小姐过去为妻万分，谢公子已是天生丽人，会铁臂扶上拳，当得斧头，自给家里把块高登。哦，那些美的当真他用哦。老爷要是不信，可问问小姐，陈草之言句句是实。哼，
小婢无半点虚言。陈超，你真聪明哦！小婢不管。还不与我跪下！今日不叫你起来，你就不准起来！弟弟，你因何跟陈超生气呀？他在魏武面前把熊万庆的惩戒叫魏武是何不气呀？唉，原来上上下下都同西文府的那个糊涂之妇一个样。什么一个样？常言道，做官要出力，现在却在宰相面前评一个理。辅导铁丝张玉莲的婆婆牺牲路见不平，抬名申冤，官府要怎样判呢？官府既不能自保为良，与其能侵权应用，见义勇为，谢梅婷应判无罪。这是上世之言德无才。弟弟呀，吾家一门理不通，他儿子天子名副万称雄，先生为民生愤恨，一死一伤是孤寻。弟弟对君子百姓，这简单的道理理该通。女儿对待来亲去，去弟弟，千万藏你与宾公。小年女，但她包天，此次必为不少见。吾父称兄，与我何关？与何延年？杀生凶顽做东厂，从今儿将为吾死后尝今天。我早就说过，朋友关对，岂要比脸。你看，现在轮到小姐也同我们小丫头一样跪在地上。小奴才，是谁叫你在知府面前认下梅定是李府姑爷的？这陈昌我看见杨高明要将谢公子为我当事，不得已才公堂审下。这是女儿我听见杨高明要将谢公子为我当事，不得已叫陈超到公堂上审下的。陈昌我死气生下来的，女儿我叫他审下的，生下来的，生下来的，生下的。神出陈生，体面呀，真体面呀！女儿未必上前扑上之类，与神苟且。不过虽恨报恩，为正义而举身一命，弟弟因何至此不能见了？好了，不要哭了，起来吧。谢弟弟。老爷，你也起来吧。谢老爷。家园，便莫伺候。是。弟弟意欲何为？古
无从理议，太为吾修饰一封，提醒美丽说句好话，就是了。陈超，扶小姐到后面歇歇去吧。是。传王随备。是。转往西北。相爷有监狱，王随备，这封事命你交与吴知府，叫他早事行事，不得有违。是。弟子姑爷，不得多言。你可去张王领取官费，明日转为西安府。令相爷严明。老爷息怒问不停，色war不必作评。设计来定王随备，天他御笔雷上音。王随备，哎，陈超，侬啥个时候来京的呀？哦，自从那事情闹了以后，我小姐赶来京，与老爷见你，准备同妇联部踏平一下。哦，那我到此报喜，相爷为何不乐意呀？哎，姑女说再想独立好乘船，她写在心里，哪会放在面上呢？哦，对，敌我在想，都有这种度量。王随备，我小姐听说你要为新婚夫，特命小辈来请你。小姐要请我啊！小姐有句话要交代，有几件东西要特你带回去。那我就去。好，王随备，有随我来。是。叫声王随备，我迎你进来，穿过花园。一路花似醉，风铃月线，苍蝇雨瓦里，来到镇里，实际上城里。雨变冷，
子赐予我家老爷判理国家大事之词，雷宗于是抱负甚多，并与朝廷自告，凡生负责此律，一律斩首不鸟。啊，陈超，你为什么引我到这里来呀？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宝贝，你不要惊慌，我小姐叫你来，以他担待，你怕什么你？陈超，你这话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不要开玩笑，像一个连生，不可能！王水贝，你不用惊慌，相爷怀在，与奴家与你担待。我说你不要怕嘛，与小姐在这里。哦，王水贝，这次早晚台里有一封信，半进神圣，神圣叫做李府养娘，信嘛叫做官家李用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哎，王水贝，我老爷有一封叫吴知府的信，你放在哪里呀？要紧的信，我是很小心的。我看啊，也去放在台里不为实了。哦，王水贝，这100两银子是我家小姐真借你的，一只做路费，一只买些礼物。不要了，相爷叫张王接过了。张王你的是相爷借的，这100两是小姐私房借的。这次你在西王府出猎，你走了这许多的路啊，我小姐心里欢喜呀。来，都替你放在台里。哎呦，到底是相府的千金，杜神姬，真是好小姐、野小姐，大慈大悲的美小姐。王水贝。这天里落是宫廷上，淑女无夫身做前昂，穿在身上暖心房，此刻烧香成了调。在母夫人鞋上。这件袅袍恰个高，终于吴知府做才郎，房东与寒酸他强，寒冬阿爷称他棒。在母知府鞋上。为保京都名堂高，时来往，晚来往，福临天台琼高，分送去知府你家，小宝宝吃得好钱，为了他。不管了，不管了。王水贝。启明城去走绍兴当，昨夜情常月红，藤香酸娘赶快调，送见你同了和姑宝，姑姑喝得路啊小调。鞋上，鞋上。王水贝，这面莲花巾是我家小姐特意送给你的那个他的。哦，还是小姐想得周到，鞋上，鞋上。哎呀，老爷上来了，这时候是好陈超救命啊！陈超救命啊！哎呦，快跟我到一堆粮草地上躲一躲。妈叫你呀，千万不能出来。
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所见开心是。来时义父衣匆匆，称道学生当师兄。满呀身穿是我须，老夫不许他成龙。谁负进度来领赏，身怀语言好才功，外请重大须秘诀，须在一位两口中。小姐，此种事怎么设定？弟弟不肯承认，吩咐父知府将谢公子随节接进领赏。啊！小姐，此叫我烧掉。父知府啥文为师，将往昔受教材呀。那另外再写一张，随便不同，由我弟弟印章，是我满的模样。嘿，小姐，是可不可以给一给呀？老夫不许他成龙，老夫不许他成龙。先生，徐茂公参加李密社事中，不是拿了李世民的本事，添了一笔，改为本事。我们也可以这样改。万语一句，随父进都来领赏。什么叫随父？是随父，不是随父。是啊，弟弟身为随相，府门不是口称随父吗？啥时把父事加上光世配，私从之意便可完全改变了。快这样改！称道学生当师兄，满呀身穿是我须，老夫本须他成龙。随父进都来领赏，身官语言好才功，万气重大须秘诀，须在一位两口中。陈操，谢公子逾矩了，谢公子不为师了，逾矩了。相爷醉了吗？相爷一去，你所及出境不可停留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哎，回来！你的身份。什么姑爷，我击穿犯罪，事后判决就请明言。谢姑爷，你就不要再为难本府了。本府起初不知多余得罪，望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此去听到眼睛时候，不管怠慢。王谢，在见面开路。是。来呀，把十分八月大声地敲打起来。
率系布政使率前省文武官前来送迎，并与会礼奉送。什么？布政大人到来？是，快去相见。慢，小妹的身负重差，不管老方伯他生之家，后礼更不管事。辞掉。是。事先既不肯出礼，现在骂什么人情？辞掉得，辞掉得。布政大臣与文武官连称大罪，派专身飞马把李马送上京去了。是这样。是的。此番轰动，高卷阿哥，下官曹营共成年，官谢姑爷当神明，升官进京在面前。胡师傅，是高明夫人啊！神人，你将兄妹送到哪里去？哎，你没有看见送归婿上京？送上去？哼，好啊！真要与你动到礼部衙门这一招。要到礼部衙门，我却要造访相国师弟。造访相国师弟？哼，只怕你追不得了。做什么追不得？你睁大眼看着，我此去也上3省。我儿一望，就不要团聚了吗？你知当时民妇绿荫地场，事情已经了结，还要怎么决断？说得这样轻松，你看，这是礼部文士要你与兄妹同到他里是随身，小心你的脑袋。嘿嘿，我与金牌，谁要领见？你，这是李个老水鱼，比生子金地一级。我这只预料着水鱼，莫说当时一个无道，即使当时100个、1000个无道，统统不要偿命。怕你没有这么大的胆。哎，我没胆，我本来就一身是胆。待我去到京都，定要你死！来呀，与我大锤大锤敲打起来，高声大喊：归婿上京！喊起来，归婿上京喽！傅师傅，你气死我也，气死我也！有请老爷。上启老爷13道御史连同各省文武官员送来贺你，要与小姐前往欢喜。父神，小姐即日成亲，快快与我全部自去。慢，为何13省官员同时来贺？是有蹊跷。家园来人不便见慢，命总管一礼快退。是。陈朝在哪里？陈朝来了。老爷，
陈超，西文府之事，你可知道什么消息么？陈超哪里知道你？小姐可有什么话说没语？施主老爷允从小姐之境，小姐可安心着你，没说什么话。那小姐有没有写信为西文府去？小姐哪里有信？不是老爷寄了一封信吗？齐老爷，京中督察院通政司万宁院暂时无国之前，各位老爷，大理太长光荣路各是真情，并吴郡都督府各位大人，据各备律请到乡地，要与小姐请我欢喜。这便是何时好？是何时好？哎呀，老爷，你替小姐定了亲啊！哪有此事？哪有此事？家园，快出去禀告各位大人，小姐评理听请。哎呀，哪能这样懵懂？哦，家园，后说开了中门，请各位大人话听得着，待老爷亲自出堂，见机破明。事情越弄越大了，怎么办呢？坏了！上齐老爷，许太师亲命，无力必运宫无部大人到底请我。快走动衙员，随我到中门迎客。是，随动衙员伺候老爷中门迎客。老太师，各位大人，老相公，请。老相公，临千金婚期之期，不等亲来迟，方而结果。奇怪，不顾什么？不顾老相公选的贵姓迷而不选，叫老夫今早才谈的消息，这便太不该了。老夫去怪一向智商节俭，今日之事本想草草成立，万不关谁，望其随为。嘿嘿，岂有此理？老夫已将此事最请深查，西东龙爷以女属兵啊，命王公公被后里才送来你。各位，老相公的王正龙公告所有，此次遇归，破生之喜，天子是转宽容。各位，哎呀，实不相瞒，今日是王公公送来玉书，与相国喜，故孙生日好到，还请王公公相见。与其王公公。徐太师李相公，作为大人王公公。此切记选得快须，得是黄金千亿，美玉白刷，万一是家喻天人私事，命小姐送来请候。来，将玉匾挂上中堂。李相公，我想不起来。老相公，天龙中相公关机啊！一字于此，这届三朝元老子西宫。
谢子隆恩，谢子隆恩啊！老相公，请姑爷出来与我们大家见见面吧。是啊，请姑爷出来见见面吧。人静静推从衣，疾风骤雨满城飞。今朝方知为是黄连可比是家子。老相公，快请姑爷出来吧。配客小菜齐聚，分明何是临头喜欢父子父不度就见。快请父子父相见。乡地里挤满了大大小小的官员，都是来与小姐合婚。徐太师与户部大人都在座，各位大人在上，希望父子父无度见礼。父子父免礼。父子父。父子父，你送来了哦，我送来了。你是照我书中之意送来的，背着恩贵一位，恩贵一位。哎，小爷，小爷，是此吧？送来了，送来了一封乡野随语，我连忙把姑爷完完整整的送来了。你是什么？把姑爷送来了，在门房候着你。是神来了，是真个神来了，来了，非但没收业了，还张有赎金。把我的信拿来。会判事，能判事。哎呀，乡野的事，背着城关不进心啊！一路来鞭炮不断地放着，才几把月，与神似的鸟着姑爷，谁人不知相夫造亲，全国都转变了。嘿嘿嘿，这不过是背着一点小小的功劳啊！你好糊涂！老相公，你怎么了？好一个糊涂！为办事这一路啊，亏他送来进，应尽招待，是个好师傅，很能管。原来是伍知府送姑爷来进，这个功劳倒可不小哦。不管。伍知府，请姑爷出来与我们大家见见面吧。是啊，请姑爷出来见见面吧。好，我举起亲。你们看，听见女婿来了，会欢喜成这个样子哦。谢姑爷，不要这样怠怠慢慢的，来，你看，那是徐太师、王公公，喏，
那个就是你的丈人哥。来，上前见过权礼。各位塔上在上，万圣雪美定有礼。慢点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不能这样的。是啊，你需呀，你怎么到这个时候才来呀？不是来得刚刚好嘛？是啊，刚刚好嘛。各位塔上，我雪美定此次在西万府，也许，来，结果各位大人，徐太师，王公公。沈大人、尹大人，张大人，我说一表人黑呀！我雪美定一生做事，一生也许，今天举发这事，非恰着。好了，你与是大哥，我也不怪罪你，你就不用破命了。你看，时已不早，也许可被各位大人话听下说，对老夫平等一切，这便成礼。哎呀，相爷说得对，就是的。来，谢姑爷是新教卡身份，我替你做主人。来，各位大人请，姑爷请，各位大人请。陈超，你叫我出来！陈超来了。老爷，陈超，你弟弟生气责备女儿好了，与陈超无关。你好无耻！现在可谁了你的心愿了？弟弟呀！女儿我该说之事，独自为侧父离情，官爷也不识事情，弟弟何故马无此呀？陈朝公堂来争取，并非相中娘婢，随父京都来城上，到底出事何逃离？我们一同去花厅，将事从头来说起。娘从成都来评理，女儿无妻子无私身。暂时，好了，事情是万岁赐下兵额，实将此事之命为父却有欺君之罪呀！女儿不管，陈超，我也不管。哎呀，陈超，你去送饭，送上喜吧。那好，我试试看。小姐，事情老爷做主，你还不答应啊？陈超，我怎管什么门楣？事情万岁此边，老爷做主，你却别再撑着啦。老爷，小姐她答应了。还有一个没得应你，谁呀？谢美婷呀，家园请谢姑爷进堂。是，请谢姑爷进堂。相爷，谢公子，谢是你娶了我家小女，今日愿将小女终身许配于你。不管，当初不过是炮打不平，怎管什么小姐？陈超，哎呀，陈超，也可不
有伴儿子，还是你去什么？谢公子，我家小姐为救公子性命才冒受殷勤，也不曾想到要成亲呀。事情嘛，是我家小姐承接了公子性命，你也该去面谢小姐呀。哎呀，快去面谢小姐吧。多谢小姐相聚，小生关切万分，请随小生也礼。薛郎后寻死事。拜见有夫他臣，也须免礼。陈超，快带妍希小姐更衣换婚。是，薛姑爷来。来，张灯结彩，举起鼓乐，请各位大圣上堂观礼。是，张灯结彩，举起鼓乐，请各位大人上堂观礼。相爷，恭喜相一拜见礼，二拜告堂，夫妻对拜，送着洞房。老乡爷，没有杯子，你哪里来这样的宽些呀？你好糊涂！